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3年9月初9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9篇，出埃及记11章第1节到第10节，马太福音23章29节到3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保会。耶稣基督的保会是上帝赏赐予世间人拯救的一个记号。这个记号就是对亚伯拉罕准备要献囝以撒给上帝的时阵，上帝伫山顶准备了一只羊羔，做伊咧献祭的祭物。这个大罪羊羔的概念，就是伫圣经的传统中间，伫遮就被建立啊，也成做基督救恩的一个记号，一直到新约耶稣基督为止。伫出埃及记最后一个灾难，咱这个看到胎大囝的灾难的时阵。看见到以色列人甲埃及人相款面对一个真大的灾难，可能咱伫经历3年偌久的武汉肺炎的疫情了后，搁较会当体会明白当初时的情景。埃及人拒绝摩西的上帝，因心内公义，所以就面对着死亡的攻击，只有亲像着疫情初期迄个疫苗拄生产了后，有个人接受啊，但是有一群人因为宗教来错误的信息，拒绝接受疫苗。更较凄惨的是，当因还阁继续伫参与这个大型聚会，就造成侪人会感染甚至死亡的事件。但是，亲像当初时以色列人听到上帝透过摩西所颁布的命令，因就杀羊羔，将羊血抹伫迄个门楣的顶缘来做记号。因为安尼就避过了这个疫情，这个灾难。因为伫这个黑暗之灾的时阵，法老王心真硬，甚至伊就对摩西讲，圣经的记载，埃及王对摩西讲：“你甲我出去，你着死字，毋通阁互我看到，互我看到的迄日，你会死。”摩西就讲：“照你讲的，我无要阁见你的面。”因此就进入伫出埃及记第11章的记载的这个情景。上帝会对摩西的预告，搁一摆提醒咱大家，这个灾难是对所有的人，是所有的人拢需要面对的，包括以色列人甲埃及人。但是上大的差别是，因所选择的保守无共款。以色列人选择上帝，埃及人选择偶像。圣经记载，上主对摩西讲：“我要降一个灾难，予埃及王甲埃及，后来伊才会放恁离开遮。放恁离开的时，会逼恁赶紧对遮出去。你着对以色列人讲，无论男女，逐人拢着对因厝边摕金器、银器。上主予以色列人来得到埃及人的好款待，跟摩西这个人伫埃及地，嘛受埃及王的人心甲人民看做伟大。摩西讲，上主安尼讲，下昏暗半暝，我要伫埃及行透透，所有埃及地的大囝，
对坐王位的埃及王到即个埃摩的女婢的大囝，以及拢总头上生的精生，拢会死。埃及全地要有哀伤低哭的声，以前毋捌有，将来嘛袂阁有。毋过伫以色列人的地区会真平静，连狗仔也袂互人是精生肥。安尼要互恁知，上主有分别埃及人甲以色列人。恁所有的人神要来见我，趴伫我的面前讲，拜托你，甲跟对你的人民拢离开，后来我才会离开。讲煞摩西就气不离开埃及王遐去。上主捌对摩西讲，埃及王袂听你的话，所以我要伫埃及地行搁较济的神日。摩西甲阿伦伫埃及王的面前行这一切的奇事，毋顾上主互埃及王的心意，毋放以色列人离开伊的地。这是一个灾难，无人愿意来面对。但是心内真义的人会拒绝救恩，甚至掠出家己有家己的标准，家己会通保守来做家己的帮站。事实上，却无法度互家己得到保守啦吼。伫马太福音23章29节到36节记载着耶稣基督批判经学士甲法利赛人的情景。耶稣基督讲，假好的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，恁惨啊！因为恁做创先知的梦，整修义人的纪念碑。佮讲，阮若活伫阮祖先的时代，一定袂甲因做伙刣先知。安尼，恁是伫证实恁家己是刣先知的人的子孙。恁祖先做的歹代，做恁去完成好啦。恁才会独全的子孙，奸贵的人啊！恁减会当得闪地狱的刑罚。所以我要找先知智慧的人，甲经学教师去恁遐，因有伫会互恁杀害，还是顶十字架？有的会互恁伫恁的会堂边拍，互恁对即个城赶到迄个城，安尼。恁伫地上刣死义人的血的罪，拢要归伫恁身上，就是对义人压迫流的血，到比利家的囝撒加利亚伫圣所的甲祭坛中间流的血，拢要归伫恁身上。我实在甲恁讲，这的罪拢会归伫即世代的人。咱看见着以色列人的祖先总是流无辜人的血、义人的血，因刣上帝所请来仆人先知。32节讲，恁的祖先做的歹代，恁去完成好啊！迄个意思就是伫讲着以色列人无有改变，这嘛是咧有表。耶稣基督将来也要互以色列人来杀害，就是咧讲恁去完成好，并且伫圣殿受到这个苦难，将来羊羔的血要流落，是要成做相信人的救赎，也要成做控告者的流人血、假冒伪善的证据。诗篇149篇，哈利路亚！
称赞上主，就对上主唱新的歌，伫圣的子民的聚会中称赞伊。愿以色列因为因的创造主来欢喜，愿锡安的子民因为因的王来快乐。愿因跳舞称赞伊的名，拍鼓弹琴唱歌学乐伊。上主意爱伊的子民，伊会用救恩做谦卑的人的装塔。愿圣的子民因为所得到的荣光来欢喜，愿因规暝出欢喜的声，愿因的嘴称赞上主最至怪。因的手举双面来的剑，报应外邦，兴发列国，用铁链白印的君王，用铁壳来锁因的人心，伫因的心上执行所定的判决。这是伊圣的子民的荣光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上帝，互阮救恩，透过耶稣基督为阮流落的宝血，求主伫帮助阮，无互阮来学习，亲像法利赛人、经学士这种心公义，毋愿意悔改领受救恩。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